节目中纹身艺人、嘻哈文化、亚文化、上文化不用。我的东西就会比较狠一些。对，在重庆的说唱，永远会是最有态度的东西。祈祷一场大雨瓢泼，洗净这世间百态，纷纷扰扰，潮起潮落。命运安排好的故事，就像一部小说，再怎么逃避也逃不过。在嘻哈这个圈子里，大家都很困惑，没人知道我们能不能继续做下去。感谢你们曾爱我，更感谢你们恨着我，嚼碎喜怒哀乐，一口吞下，祈求着超脱。